昨甲阮翁冤家嘛，冤家甲足严重诶，足食力就是讲着台语阮嘛定定会想讲，无啥物机会通好讲台语，变做讲便若讲，就是会感觉讲无啥好势，若变做讲会怨叹。即摆有略略去转变，就是讲有影有可能讲像今仔伫 Twitter Space，就迄个有2个台语房，其中一个就是人较少，我就会入去人较少诶所在，伊嘛是会嫌讲另外一边虽讲人诚济，较闹热，毋过足济人人台语讲甲就足顺毋过犹原是互人嫌，变做讲，若伊进前听人安尼讲，我心内就足有压力，讲我就是讲袂好势就无即个机缘无就会足可惜，讲哪会即摆较伫学嘛无啥物。算嘛袂当讲无啥物环境，就是你想要伫生活中足自然就一直讲，就哪讲哪进步。毋过即摆就变这就需要机缘，就是讲你诶工课上拄好拢有甲你训练着，你有着诶人台语拢讲啊足顺足溜诶，你就心头可能讲甲替人嫌。毋过就变讲逐工爱讲100句100外句，过来就会变做讲诚好，就像讲有嘛有读册会友志，本底就是伊是出世伫外省人诶家庭，毋过因为学台语搁做导游，即摆讲甲足有即个开口，就变做讲有可能有诶人好运有即个环境，嘛有可能亲像我安尼就讲本来听声音去学即个腔口就耳孔就较无来搁变做讲有可能家己讲话嘛有一个腔口搁掠音嘛掠袂准，就变做讲逐个耳孔拢足来就较会替人嫌，就变做讲若无爱互人嫌，就爱去找一寡甲家己程度差不多较少年仔诶台语伴，就伫咧网络安尼，伊嘛无聊，我嘛无聊，安尼就对谈，较无简单去找一个讲甲诚好，伊袂甲你嫌，伊直甲你讲，除非这个人就老孤单就爱有即个机缘较会有着，就变做现此时我无即种机会找着即种对象，逐个拢足无用就算讲嘛共款伫咧吹沙台语诶友志，加着读册会有一个主题，较有一个，较袂讲我爱想话有话讲甲无话，无就爱一群人感情诚好有熟识诶，安尼讲较会讲甲诚，就是讲诚久无就爱像讲爱德哥伊做会晓带领就是有可能伊内底诶人有足侪拢是拄仔伫咧学诶人安尼嘛是无法度因为你若讲拢是台语足溜诶人，逐个拢想要做老大拢讲甲足流利足句溜诶就会就会开始争论一寡代志，就嘛无的确会当诚好就是诚好流利就是就是讲虽讲讲诶机会无济，即摆就是爱看较开，就是莫感觉讲
讲做歹势，感觉讲做做郁卒的，甲即种心情摕掉就是会当加讲一两句啊，随便家己安尼小安尼比较，就知影讲差遮济一个台语人拄仔讲煞，我煞落来讲就即个程度就有差。毋过这嘛不要紧啊，都毋免去想有诶无诶，讲我应该爱安怎煞安怎咱拢是加想加郁卒。即摆就是爱想一个念头，就是讲有可能即个宇宙伊诶智慧甲家己诶期待是无共款诶，因为期待是人诶期待是即个主流社会伊诶，互咱诶思想互人影响，甲咱影响，所以咱诶思想会变定扣扣，可能是较人诶即个参数。毋过宇宙有可能伊要互你学就是讲互你学讲台语即件代志，即个经过，即个过程。伊无想讲，无像讲人诶世界你啊有啥物成果啊，你可能爱去做一个啥物部长，做一个教授，安尼才算是有一个结果，有一个结局，有一个成果收成，这拢是人诶头脑伫即个社会有做一个社会有一个观念伫束缚诶社会，造成咱会伫内底诚痛苦，因为咱会想讲无法度，我第一学台语煞学袂好势，即个好变做是咱一个束缚，互咱诚艰苦。有诶人伫即个社会，伫即个世间人世间，伊伫生存，伊着讲爱好野变好野嘛，变做伊一个束缚。有诶人爱讲，伊诶才情尽人知，互人肯定佫会使互伊过佫好、诚好诶日子，受人尊重。有一寡歌声，这拢是一种人诶头壳内底想出来诶物件。这甲宇宙诶智慧，宇宙哪会你有好野无好野，伊哪会去？伊袂去要伊这敢若有人诶头壳内底较会要伊这。讲有名无名有一个成果，讲因为我学台语，诚做一个台语老师，无就是变做一个有影响力诶人，无就是讲学甲诚流利短仔时间就是会使摕来互人报诶，亲像讲阿勇就变做一个故事会当上新闻毋过大多数诶人拢是足平凡诶，咱就会有一个错误诶错觉，会甲即种平凡大多数拢伫即个位，甲伊当做一个失败，当做一个保志气其实毋是安尼，这是因为咱用即个社会观念。人诶头壳去想代志，我即摆就是尽量是讲，会使去想讲，若宇宙伊会安怎看待即项代志，就是讲，今仔日我伫学台语即项代志，亲像讲，最近就是伫怨讲青美牛台语若讲甲足老诶人、足流利诶人，而且伊诶用法拢是较老一辈较正确毋是讲现处是受着中文、汉文佫有中文诶影响，拢较
较顺的即种台语人，啊，毋过伊讲，对伊来讲，伊这台语就足厉害啊！若讲学汉字可能佫加减会当学一寡，因为伊的教育就是中文教育，伊台语佫足厉害的，变做讲，若汉文台语字对伊来讲佫会当略略佫会使约出来嘛较有成就。毋过若讲拢是罗马字转落的，伊就会想讲，哇，这夭寿其实心内会歹摕。伊佫看着有人嚣摆讲你敢袂晓写台语字你袂晓你千袂有人就会掠讲，就更加袂爽。我若讲参加即个白话字的即个族群，伊嘛足坚持，就是不爱汉字。讲白话字是上好的，哪会不爱逐个拢用白话字？就变做讲我参加无共款的即种群组，我若思想变较开阔佚头嘛会受着影响，会替有洗脑，讲哇遐好的物件。即马我就变做讲，我这嘛学，迄嘛学逐个拢有道理就是看爱用啥物方式就用啥物方式就莫讲逐个拢去讲中文、写中文安尼就无志气就变做有可能未来我的境界就讲，就算去讲中文写中文，迄嘛是无要紧。有可能有一天我会当开阔甲安尼，用宇宙伊的观念来去看待万项代志。伊宇宙袂想讲这台语哪会讲甲安尼，有一个腔有啥物？宇宙袂安尼想，伊会安怎想？伊会想讲，你即个过程中间你是变做足简单，互人洗脑，佫甲人冤家，佫徛对讲我这套上好啦，就无法度甲别人做伙其实这嘛是互我即个无即种讲台语的机缘嘛是有帮助，有安怎？因为我为着讲要去加讲台语，我着爱参加足侪团体。为着讲要加听台语就变做无法度讲，敢若伫一个团体内底白顶白当像土公无法度安尼，因为我爱四界找机会，四界去找所在会当讲话。我若爱去一个台语房讲话，当然我着爱变做讲即个思想较开放，无逐个讲我可能入去我着袂爽快，看人安尼即种观念，嘛有即种白沙河洛派的讲这是咱祖公这是中国的智慧莫讲诚做台湾人着摆脱中国文化就是文化的中国人就是甲咱祖公甲中国汉文化绑到诚深犹原有安尼的人毋过我嘛无需要去摆脱讲安尼听甲足碍约着足紧酸，其实嘛毋免安尼拢因为我为着要争取一寡讲台语的机会所以讲拢袂当讲敢若有一种足极端的思想，因为若想法伤矮变做毋是别人甲你摆脱，是你伫遐着听袂落去就会愈听愈气。其实我即马嘛袂就尽量，其实真正有一派较老派，台语讲诚好，毋过伊嘛是因为学汉文化，因为咱的教育本来就是中国的教育，中国文化的教育
而且因阁做白体教会，所以因对即种教会爸母哩吼，就会想讲啊，互恁做有一种强迫，因嘛是会互相拜体。啊，若对我来讲，就是倒位会当互我有机会听台语、讲台语，安尼就会使，就莫讲中文，啊无就是讲即个台语就是受着中文影响甲伤深，我惊着牵去。安尼就会使啊，所以我就会变做讲，伫倒位拢会去尽量去吸收别人的优点，讲若有机会会使加互我一寡机会加讲两句仔，加听几句，安尼我就足欢喜啊。所以讲，有可能我为着是一个要学讲找机会讲要加听的人，所以讲我无法度伤过头去坚持，敢若会当一种，我需要多元，所以讲多元即个需求会变做互我的思想就尽量包容多元就变做讲，这对宇宙来讲，伊就是要训练我的思想无讲有一个人伊就徛一个派别就坚持即种别种伊就看袂落去就甲人批评。阮进前可能嘛加减会安尼就人讲爸话你偌好我即摆嘛伫学爸话你，嘛伫训练甲你看。毋过我即摆嘛莫讲去白体汉字就是有机会会当通好看、通好讲、通好学，因为有一寡小说伊嘛是用汉字来写，毋过伊做有台语的开口，我着需要吸收，所以我嘛无法度去白体看着讲看着汉字就不爱看，安尼其实嘛袂通所以讲。我就是爱伫即个过程中间我毋是真做一个台语上好诶人讲即个奇才做有才情诶人开喙着讲哇，逐家着拍破就会使讲去开讲诶时阵去演讲诶时阵会当去写这个人。安怎厉害，安怎厉害？我毋免真做安尼诶人，毋过我会使真做一个讲，多元化诶人。多元化诶人对宇宙来讲，其实这是一种智慧。即种智慧嘛，无所在好学你若讲要学一个足艰辛诶思想，这可能学会着毋过爱学。无爱甲人排斥拢欣赏大家诶思想这着需要智慧智慧是无法度去学诶，所以有可能这宇宙诶安排是安尼毋过我拢误解讲我爱真做一个足够去写台文足够去讲台语，足够讲安怎，就是我加减爱有一个成就爱有一条会当互人看诶就是我永远是希望讲互人看诶物件，所以就变做受着即个束缚我即摆就是甲心甲伊有时阵台语伤好诶人伊颠倒无法度去学台语字除非伊今仔日是为着要去教学做先生伊着爱去看现处是倒一套若讲台语伤老伤溜俩诶人伊颠倒有一寡物件伊无法度学，因为伊着想讲这要创啥，我着汉字着真好用我就是
会做下汉字即种方法。啊，亲像我即种就是安怎学吼，拢需要足侪语言、足侪方式、足侪系统吼，拢会使去参考吼，互我学甲搁较好诶人。啊，有可能我就袂去摆脱吼。若讲我今仔日要去学一寡发音变调吼，我就需要罗马字。若我今仔日要去学一寡写小说，因为有一寡即个做台语开口诶物件。我就需要讲看汉字吼，所以讲这对我来讲拢实在是要紧诶。所以讲毋免去怨叹讲为安怎吼，我讲袂好势吼，因为我讲袂好势，所以我会变做讲无共款诶派别吼，我拢会去珍惜。无共款诶即个台语棒吼，我拢需要挖靠，所以我就袂讲，干若伫一个所在较会爽快吼。换一阵人吼，因讲这我就袂牵制吼，就较袂安尼。而且嘛有可能讲我讲啊无好势人嘛听甲讲，这人吼嘛是当地学，毋过我莫见笑吼，无啥物好见笑。因为我若今仔日就是用即种态度去讲恁安怎搁安怎吼，有可能因搁较袂爽。毋过我加就是讲甲无顺吼，讲甲安尼客，讲甲安尼即个腔口吼，就是当地学诶人吼。因就讲不要紧，这嘛是小恁来一个毋过我这人态度袂歹。我就讲，这就是无共款诶，就互大家去选互大家去拣这嘛无啥物好吵。因为这吵嘛无法度去改变别人诶想法。就是变做这物件爱正做家己诶代志。我若看啥物物件较合我用，我就摕来用，安尼就会使。别人诶物件，因为我爱加看别人诶物件，所以变做讲，别人咧用诶物件迄套系统，我嘛爱了解。安尼就安尼安尼就较开阔嘛，毋免去甲人冤家。我嘛毋是讲要去做啥物干部，去推杀倒一个方法。即摆诶想法就会较无共款。就是安尼。